目前是淡水期提供民生用水的台南的南华水库水量量要无到5成咯。这里属的南区水资源分署是正来实施滚动式管控逐工的出水量来应用。来到台南南华水库，水面已经愈来愈低，湖内底小岛嘛强要规个看现现。即马大好是淡水期，南华水库的吨水量剩4600万立方米，吨水率已经降到51.27%。上游进水非常有限。那过去从甲仙堰越狱引水到南华水库的部分，因为旗山溪的流量现在只有1.87左右，1.87每秒。所以所有的流量、川流量都给下游的灌溉使用，所以就没有越狱引水到南华水库，所以南华水库的水位会逐渐的下降。南华水库最后一届激流已经是去年10月初1，5个月以来水头的累积降雨嘛才160毫米，雨量无够，水位继续减少。因为安尼，南水分署提早应应，逐个月召开用水会议，检讨水情，管控出水量。南华水库主要是供民生，增文乌山头它除了民生以外，它还有灌溉是属于大众。那我们就会以增出增文乌山头系统的水来补南化，所以我们希望南化它每天的量会比较尽量的缩减，来延长它水库可以使用的时间。现阶段南化水库出水量管控在每日40万立方公尺以下，为度过枯水期并持续正常民生的一个用水需求，本处全力的配合南水分署调度增文乌山头水库的水源以及高屏堰鱼域的一个水量来因应。除了管控南华水库的出水量以外，若高屏水准量有够，就会北送资源，或者是用展文乌山头水库系统来补水，维持正常的民生用水。那南华水库的有效吨水量，也是比最近5年同期平均值更较悬。目前供水无问题，不过面对气候变迁，嘛呼吁民众爱继续保持欠的用水的好管线。记者综合报道。